台中成功三角爆炸到当时第4天啊，市府嘛扩大稽查在市内百货公司的美食街，假使留下10孔。另外，施工造成爆炸的部分，外界传讲施工的人是派遣的员工，无通知天然气的公司，就大主大意切断假使的供线。在成功三角是强调讲，所有施工的包商拢有签约，拢合法。稽查人员提监测仪，伫厨房确定假使敢有泄漏，果然发现出现异状。这有看到漏点吗？从下面看。老师接头后去，抹3分之了后，继续出现铺，好佳在下户发现阻断。另外，这一个电手绝缘挂也无看的。不要改善，盖实践。起步事件过了后，台中市都发局继续稽查百货公司美食街。昨日下昼分3路对6间大型百货甲商场的美食街稽查，发现部分欠点，当局要求徐改善，若无被依法开发。外界质疑。成功三角最近当咧做改装清仓，因过市府煞唔知影咧做工程，都发局也提出说明。那没有办法透过内部的网页跟它相关的一些脸书里面的相关的消费者，去知道所有的有没有施工或迁移的公告。受伤的人的状况，包括来自澳门的2岁查某囡仔，目前也在观察，这2日是关键期。其他受治的病院以上面表示，目前伤患状况拢渐渐稳定，也陆续完成转院。其中一位肾腔瘘管的姐姐也出面表示，希望公司会当保障受治的工作权。我们会担心，但是因为星光三月他们也有保证说，就是他后续的工作。起步过了后，第4日，成功三角代表也向外界鞠躬，制度社也向受难者甲员工致意。赔偿部分除了每一回罹难者1100万补偿金，受伤的人的慰问金也已经发出。后手是以医疗情形来协助，因为外口风声意外抑制施工工班，亲像是派遣工。成功三角否认这款的讲法。我们所有的施工厂都是我们的签约厂商。签约厂商一定是合法的厂商。0800从成立到现在，我们到昨天6点115件。成功三角表示，目前补偿甲心理支持拢在继续进行。另外，外墙落去甲受损老残也会等检调查工作告一段落了后，赶紧来拆除甲善后。公司新闻采访报道。